台电甲日本企业签约，要伫咧大拿电厂推动兄炭南安气来发电，按算到2030年会达到南安气国派的目标，但会当减少9000吨的碳排。另外，外界嘛咧要讲一定会搁起电钱。台电回应讲，起价已经是有共识，不过这起价对象也需要讨论。向减碳努力，台电自告宣布，甲日本 IHI 自有上司签署大林电厂燃煤混氨技术合作备忘录，来推动混氨发电计划。按算2030年大林电厂应达到混氨5%发电时环，每年减少9000吨碳排放量。混氨，也就是煤跟氨的混烧，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净零技术。随着未来这个技术呢逐渐的成熟之后，我们相信这个技术是可以兼顾能源多元化、能源安全，还有净零排放的一个优异的选项。国内火力电厂为减碳，目前台电积极推动碳捕捉，甲原来发电机组结合氢加氨新能源的焚烧发电。因为氨烧的时阵未产生二氧化碳，可用伫零下33度低温液化状态，保存良好，有减碳、高运输效率、甲低储存成本的发电优点。未来看实际发电状况，佮考虑是不是扩大混氨发电。只是台电已经了钱上情形，3月就要开电价审议委员会要起电价，台电承认起电价是国家共识。看起来是大家对电价的涨是有共识的，怎么涨？包括民生，它那个低段数的，它20年来其实不但没有涨，而且反而是往下降嘛。这个会偏离成本越偏越远。调整民生部门的用电价格，就以价质量，应该也是对整个国家来讲，一方面又节能减碳，再一方面也可以降低发电的成本。专家认为，因应反映成本这因素，国内民生用电应该适时来起价，这样让台电营运行较长久，避免年年了钱。记者综合报道。